今天我们去赏樱花，去把香香乐器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无锡。今天的第一站不是无锡菜，而是功夫潮汕菜。是我们的火焰猪肋排，刚刚那个唰一下还蛮帅的，蛮有情绪价值的。哇，这肉好酥啊！我还没咬它就化开了。尝一下这个生腌的三文鱼啊，蒜香加上一个辣椒的味道，很开胃，很提鲜。非常好吃，这个是今天的重磅压轴菜——功夫鱼饭。这个功夫鱼饭他们其实不是饭，因为当时以前潮汕的渔民他是拿鱼作为饭，所以叫功夫鱼饭。咸咸的，但是很鲜嫩。它会用外面的盐把里面的鱼肉、潮汕当地的无笋鱼的鲜味啊，包括汁水全都锁在里面，牢牢可住，非常好吃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金葵公园里面，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樱花，赞得不得了。樱。OK， 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刚才的樱花相当的不错吧？我们已在我们赏好樱花呢，在岛心准备去买一下无锡当地的特产。唔願信命前生早注定，離愁夢裏。OK， 我们已经拿到了卤味酱排骨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酱排骨，这个鸡翅 OK， 带回去给妈妈。Yes， 到处吃奔驰娘赏一道。现在我们出发下一站。一个是蒜香的，一个是川香 sweet 的龙虾。你开门啊！好吃这香啊！满满的蒜香味，太好吃了。再来尝一下这个川香 sweet 的龙虾。哪个还是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龙虾都倒在一起。哦哟 ，OK， 开始超级奢华版的小龙虾饭。哦哟，哦哟。道歉，今天个龙虎味觉得设置的不得了。只龙的血色看起去。还有呀，对，串串不是在看哦，串串也可以。OK， 我们的夜宵串串来自啊，我这次点的是微微辣。哦哟，龙香菜牛肉、小鲍鱼、华瓜、贡笋牛肉、薄片、黄喉、三尼啊，没下去了。没下去，很香啊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它这个签子不贵，8毛钱一串。对，然后扁的是4块8一串。对，发举，真的发举，相当靠谱。今天特种兵一天啊！这个特种兵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，吃的也很开心，而且我觉得每一家都蛮好吃的，没有踩一家雷。对的，我们现在准备回苏州了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